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案，今仔提审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，和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人，违建集团的申请金额因为所断于请假，这届嘛阁传前台北市都委会技术蔡立瑞来做证人。另外，台北市前副市长裴金星的太太自杀，网络出现恐吓法官甲检察官的言论，北检阁法务部、阁司法部拢发声明谴责，警方嘛已经展开侦办咯。 由法警介入对警民车落来时，在案的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，今仔日阁被提审。台北市议员应小薇也同款出庭。台北地院8月3号专工审理金华城案件。本来提审的被告也有违建集团的主席沈庆京，因故伊高层请假，伫咧边做治疗，交予律师发言。 这边开庭，检方声明证人，前台北市都委会技术蔡立瑞，因故伊供词是前后无共款，先是讲应小薇只个人关心开会时间，无关心都委会幕僚小组的意见。又搁讲，迄当阵有真侪人关心，卖写甲遐尼直接。当检察官讲问讲，会建议金华城案件调向原离 TOD 案件方向来检视，是毋是则依法有据？因故律师质疑蔡立瑞迄当阵并毋是承办人，检方头度观点提出异议。 案件也搁伫咧审理所发生，前台北市副市长平正新牵手意外死亡的消息。即马网络顶有恐吓的言论，跟检察官也搁法官的名、相片，叫因提名来行效。任何以暴力恐吓、散布仇恨言论等行为，意图影响甲官依法办案的行为，不仅是对甲官的人身威胁，也是对司法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挑衅。 任意公布系属中个案承审法官的个人影像，并搭配恫吓、辱骂文字的行为，不但应该承担民刑事责任，也容易引发舆论猎污，对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审判中立构成实质的威胁。自北检、法务部、检察官协会一直到司法局，拢发声明严正谴责，已经交予警方调查，即马已经锁定发文者 IP 继续侦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